有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币圈的信息太分散 Twitter 永远看不完，边滑还会边分心。那 CoinMarketCap 的信息又太大而全，官网呢有时候也不一定看得懂。那这时候你可能就需要今天介绍的这个工具 Messari， 这是一个被许多加密货币研究员跟投资机构爱用的平台。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带你快速认识 Messari 的免费版能够帮你做些什么。那 Messari 呢是一个加密资讯的资产研究平台，它成立在2018年，总部在纽约。它最大的特色就是帮你把复杂的币圈资讯整理成条理清楚的研究资料跟即时追踪工具，所以即使是免费账号也能够查到非常多有价值的资讯。我们进入 Messari 的首页，记住先去注册一个免费账号，这样你就可以看到很多信息了。那我们进入首页，首先看到呢是比特币跟以太币的价格走势，那你也可以在这边增加你自己特别关注的代币，这样你一进首页就可以看到它的价格走势。左边这部分是目前 Top 100代币的价格表现跟它的市值表现，那下面这一块是如果你升级到 Lite 付少少的钱，你就可以看到它每天帮你汇总的资讯。那右边这一块是我们每一天的新闻，它其实非常及时，有时候会从主流的加密货币新闻网站收取过来，然后有时候也会是从 X 这边爬过来。然后下面这一块就是它的研究报告，最新出炉的研究报告，那有些是需要付费的。比如说像这个上面写 Enterprise， 这个是需要是 Enterprise 层级的才能够看，但如果没有写的话，基本上都是免费的报告。好，这部分 MyShare 一会儿我会解释。那我们来讲解它的核心功能。假设我们对于 SOL 代币 SOL 这个代币不理解，但是听到大家讨论 Solana， 很好奇这个代币它是不是值得投资。那我们在用 Messari 的时候，我们可以直接在放大镜就是搜索栏这边 Key in SOL， 那么你就会在这边看到在资产下面有一个 Solana SOL 代币，你直接点击它就可以。这里我们就进入了 Solana 的专属页面，可以看到在专属页面这边其实资讯已经很齐全了，包括代币的现价、它的市值、排名以及它的分类，像这个 Solana 它是属于 Layer 1 公链，然后在下面这有3个标签，新投资、最近的头条跟Top MyShare， 就是它被列为社区讨论度最高的其中之一的代币。那在这下面标签是会变的，它最近有投融资相关的活动。那 Recent Topic 就是这个代币最近有上新闻头条，讨论热度比较高。那 Top MyShare 呢，一会儿会给大家讲解，这个是 Messari 这2个礼拜才新加的指标。我们接下来再看这一块，这是我们基础的代币经济学，包括它最近的现货交易量，然后它的流通量、总供应量、稀释后价值跟市值，这边在别的网站上面也可以收到相同的信息，它只是帮你汇总在一起。那这边有3个数据蛮有趣的。那 MyShare 呢是今年推出的指标，它指的是一个专案。那我在我们这个例子就是 Solana， 它指的是 Solana 的项目对于整体市场活动获得的社会关注。那它是怎么算呢？它基本上是透过分析社群活动，比如说 Twitter 或者是 Reddit、Discord、Telegram 等等，他们会追踪一些 KOL 跟 Influencer， 他透过追踪这些人发文的频率跟热度来计算出来的，它反映了人们对于 Solana 这个项目的讨论、它的思考还有它的参与程度。那换言之，也就是社区对于这个项目在加密货币领域的讨论跟欢迎程度如何。那当然最近 Solana 其实 Solana 一直都是在社区里面讨论热度蛮高的，然后再加上最近它有一些新的发布，也增加了它的热度。那在中间这一部分呢，就是它在24小时之内在 X 上的发文数，那这边有182条。那在情绪分析这边 Sentiment， 你可以看到它有个24小时跟7日的走势。那 Sentiment 跟 MyShare 有什么不一样呢？ Sentiment 是根据社区的情绪客观的表达社区对于某项提案的明确支持程度，是消极的呢还是积极的？那如果说它是增加的话，代表它是往积极的方向走。那假设 Solana 最近有一个新提案，如果说社区的反应很积极的话，那对于提案通过的几率也是比较大的。如果社区的参与程度，它的情绪是消极的，那可能一个提案它就不会通过了。接下来还有代币解锁程度， Solana 目前 99.89% 的代币都已经解锁了，那么还有一点点，下次解锁的时间是什么，它都帮你列出来。那这个呢，这个颜色是代表它的代币属于社区拥有呢，还是基金会拥有，还是私人拥有？那这部分的资讯的话，就会需要你升级到 Pro 等级就可以看得到。
那接下来在右半部这边就是它的价格表现跟它的 MyShare 表现。通常价格走势跟社区的这个讨论程度呢是成一个正相关的，所以当你社区热度越高的时候，你的价格通常也会比较高。然后再往下走，我们可以看到它最近发生的新闻以及 Messari 对 Solana 的一些洞察，那这部分会需要付费。再往下滑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关于 Sol 代币的一些研究报告，然后最下面还有关于 Solana 的 FAQ， 他经常问到的问题，这边也都帮你整理好了。如果对于 Solana 这个项目不了解的朋友，这边还有它的基本概览，所以你可以直接从这边快速的去了解这个加密货币项目它做的东西，以及它最近发生的主要事件，所以算是整理的非常齐全了。左边这边还有它跟它相关的一些代币的表现，我们就如果要研究的话，我们就可以一并研究。因为 Solana 是 Layer 1公链，所以你就会看到这边有所有的 Layer 1公链他们的表现。光透过一个页面，你就可以获得非常多的信息。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介绍 Messari 的另外一项功能，就是它的定制观察清单。我们回到首页，在首页的下方左下方这边有一个 Watch List， 我们点进来。一般在做加密货币专案研究的时候，我们通常会关注特定的一些代币。那如果你已经有这些代币的名称的话，你可以在免费账号有一个清单你是可以用的，所以在这个清单当中，你就可以把你所需要关注的所有加密货币都收集在这个地方。那这样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当你在做研究的时候，你可以就透过这些去做筛选，就不需要一个一个像我刚刚那样子你输入然后再跳出来。你把它们都放在观察清单里面之后，你在做研究的时候，特定报告就会跳出来。像很多工具都有类似的功能。那 Messari 在这边 Watch List， 在清单这边你也可以设定自己的通知，比如说它有新报告出来的时候，你就会第一时间在你的邮箱里面收到新的报告。那这边有个 Schedule AI Digest， 这是需要付费的。那现在 Messari 它用它的 AI 帮你快速整理关于某个专案最近发生的事件总览，或者是它的最新报告的摘要，这个是付费用户可以享受到的权利。说完清单之后，接下来我们来看它的研究报告部分，也是 Messari 最有价值的一个部分 Research。 研究报告这部分呢，就像我刚刚说的，你可以筛选不同的报告，比如说我们刚刚有自己的研究清单，你就可以从自己的研究清单来开始筛选。我们到 Research Report 这边，你看到这边除了 Asset 之外，就有一个 Watch List， 就是我们刚刚搭建的一个 Watch List。 如果你已经有自己的一个清单，你可以直接筛，根据我定制的加密货币专案，你就可以直接看到 Messari 关于我的清单里代币的最新的研究报告。还有一个筛选条件是层级，比如说我们现在是免费用户，我们就把免费的选起来，那 Pro 跟 Enterprise 的报告就不会在这边，我们也看不到。那这就是关于我的观察清单，所有的免费报告都在这边。那如果说我有特定想要研究的领域，比如说 DeFi， 我就再把这个标签选起来，那这就会更去筛掉其他不相关的报告。这个是关于报告这部分。那它除了研究报告之外，还有它的协议报告、新闻、podcast， 它的 podcast 都是免费的，所以如果你的英文程度还不错的话，它看样子是一周都会有1小时左右甚至更长的关于加密货币市场热门事件的。好，接下来我们来看 data set 它的数据集这部分。那其实数据集 Messari 的数据集并没有像别的数据专门平台做的这么齐全，但它有个优点，就是它可以让你去做客制化，但也仅限于付费会员啦。那对于一个免费用户来说的话，你就是可以直接进去看预设好的标签的筛选，比如说这边有分类好的 DeFi、 网络代币、交易所代币、稳定币、元宇宙跟游戏代币，这些它都已经帮你预做分类的。除了赛道分类之外，它还有生态系，所以对于特定生态系的人感兴趣的，也可以从 Ecosystem 这边点击进去看某一个生态系统里面的加密货币，这边就留给大家自己去发掘。我们接下来介绍最后一个我觉得非常有价值的功能，就是我们免费用户也可以用的，就是 Copilot， 这也是这几个月才新加的功能。那对于免费用户，你每一天问4个问题可以使用，还是5个问题可以使用呢？这个就是你可以去提问，
然后 Messari 的人工智能就是它的 Copilot 呢，在这个资料库里面所有的信息帮你汇总，然后根据你的问题提供你回答。然后它这下面也会给你一些目前问的比较频繁的问题，我们直接就把这个 prompt 放进去好了。好，我们来看看最近大家很好奇的，为什么比特币是一直处于一个非常牛市的情绪呢？虽然它最近跌到了11.2万，我们看看大家为什么即使在比特币跌到11.2万，情绪还是处于一个这么牛市的状态。那你把这个问题打到 Copilot 里面，就是给他这个 prompt， 他就会把他的想法跟他的洞察整理好发给你，给他一点时间。我们可以看到他在根据这个问题在回答了，他其实就是用一种写报告的方式帮你把这个问题回答得非常仔细。他告诉你为什么 Bitcoin 它还是处于一个非常牛的情绪，所以它最近周下跌了。第一个就是它的技术跟链上支援，然后接着就是市场的情绪跟社群的趋势，然后还有机构跟衍生品的活跃程度，然后总体经济跟季节性的因素等等等，它其实回答得非常详细，而且它都会告诉你它的资料来源是哪里，所以它会免除一些比如说幻想式的回答。那我觉得这是 Messari 最有价值的一部分。所以如果你对于特定的专案或者是专案之间的对比感兴趣的话，你作为一个免费用户，你每一天有4个还是5个回答的额度，你可以直接去问 Copilot， 那这样对于自己学习的速度会是增加的非常快。这个 Copilot 呢是我目前为止最喜欢的一个功能，因为它可以帮我制作不管是报告或者是分析，都在非常快速的时间之内，而且如果你付费的话，你每一天可以问的问题又更多，所以你可以把它当作就是一个面对面的顾问，在帮你解决你手边所有的问题。那关于价格的话，我们可以到 pricing 这边来看，它现在分为3个等级，它的 Lite、Pro 跟 Enterprise 版本。那对于一般人，你如果想要汇总它的每日新闻或者是汇总它的报告摘要的话， Lite 版本就已经不错了。那对于研究报告，比如说你是专案研究员，你就可以往这个 Pro 版本等级去走，因为它会给你每天20则的 Copilot 的询问额度，那这样子你可以基本上把你所有的报告在1天之内全部写完，就通过这个 Copilot 就可以了。那 Enterprise 就是如果你是需要去做投资啊、净值分析的人，那公司可能会需要去订阅在这一块的这个层级。OK， 今天介绍 Messari 这个工具，如果你正在学习如何 DYOR， 就是自己做研究，或者是你不想要光光听某一个 influencer 说投哪一个，想要自己做决策的人， Messari 是一个非常适合你的工具，而且它的免费版本就已经非常资讯丰富，很好用了。如果你是专案分析师的话呢，你可以尝试使用它的升级版本。那我们今天先说到这边，如果你对于 Messari 这个工具有任何其他疑问，欢迎底下留言，或者是你想要知道什么其他的链上工具，也可以告诉我。那我们下次见了，拜拜。